以前做份簡報要3個鐘，而家 AI 幫你3分鐘就搞掂初稿。AI 簡報工具已經改變咗我哋嘅學習同工作模式啦。例如 Gamma 只要輸入大綱，佢就會自動排版配圖，整好成份簡報。Beautiful 電賣就最叻，幫你自動調整版面設計，靚得嚟又專業。如果想講故事，Tom 可以根據一段文字生成有故事性嘅簡報。就算唔用專門工具，用 ChatGPT 寫好大綱，再貼落 PowerPoint 都好方便。進階玩法咧係叫 AI 幫你分析數據，揾出最重要嘅重點，仲可以叫佢幫手寫埋講者備註。等你上台演講更加淡定，甚至連台下觀眾會問咩 QA，AI 都可以幫你準備定應對方案。不過要記住，AI 生成嘅簡報只係一個起點，絕對唔係終點。一份好嘅簡報始終需要你嘅專業判斷同埋講故事嘅技巧。等 AI 幫你做花時間嘅排版啊，你專心諗點樣演繹就得啦。